你嘛带叫咩不客栈？恁客栈phía miếng hỏa， 也要向来到面风，向来讲呢，恁空讲几天黄行，来到面。来到面，逢行来喏，讲呢，讲呢，恁空讲起，讲起天红行，来到面逢行，来喏讲呢，恁空讲起天红行。那面风怎样？这样像怎样讲呢？行来喏讲呢？那是方言的这个口气语气字。令空它光，讲起它专门讲鸡天红行，天王行，它就像行。我觉得这个也像方言的口气词。那点面逢行来喏讲呢，令空讲起天红行。那个人怎么这样讲呢？他总是这个讽刺这个天王样的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